大家有冇見過一個好奇怪嘅畫面？就係每日夜晚9點10點，好多連鎖麵包鋪準備收鋪嘅時候，成個大垃圾袋裝滿晒啲未賣得出嘅菠蘿包、蛋撻、雞尾包，然後一袋袋當垃圾擔掟去後巷或者垃圾房。每次見到呢個畫面，真見到都覺得好心痛，好似好大嘥啖。好多人第一時間實會諗，既然你都係要掟，點解唔免費送俾啲有需要嘅老人家、基層市民，或者派俾街坊做福利呢？甚至退一步講，平平地打個折，或者買一送一，清咗佢都好過白白浪費啊嘛！你以為老細真係傻嘅咩？開得門做生意，一分一毫都係人工物料，可以賺邊個想蝕？但係喺呢個看似好唔環保、好無人情味嘅行徑背後，其實隱藏住成個烘焙行業幾十年嚟唔敢公開嘅核心秘密。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內行人一講起就搖頭嘅三大現實黑幕。聽完之後，你就會明白點解佢哋寧願將啲精緻嘅麵包當垃圾掟，都絕對唔會免費送俾人。背後嘅原因其實真係好現實，甚至有啲得人驚。首先，我哋要講嘅第一大黑幕，亦係最直接衝擊住老細個荷包嘅原因，就係人性嘅貪婪同埋對正常營業額嘅毀滅性打擊。你試下代入一間麵包鋪老細嘅角度去諗，如果我每日定死咗夜晚8點半開始就會將所有剩返嘅麵包免費派俾人，或者好似坊間一啲超級市場擔，一到臨收鋪就劈價到2-3蚊個，你估跟住落嚟會發生咩事？香港人最叻係咩？最叻就係精打細算、槍敘數。只要你呢個免費派發或者終極大減價嘅消息一傳開去，過咗冇幾耐，你原本班熟客、街坊，甚至專程搭車過嚟嘅人就會摸清你個底。大家原本可能下晝4-5點放工放學，順路入嚟買個10幾蚊嘅番薯包或者吞拿魚包做第2日早餐，但當大家知道8點半有免費嘢或者2蚊個嘅時候，正常人嘅心理會變成點？反正橫掂都係，不如我等多2個鐘，等8點半過嚟排隊攞免費或者買平包啦。結果你原本下晝黃金時間可以賣到正價嘅生意，會喺短時間之內出現斷崖式下跌，大家都唔再願意用正價去消費，全部人變晒做等收鋪嘅排隊黨。一到下晝，間鋪冷清清，一到臨收鋪，門口就排晒長龍。但係問題嚟啦，呢班排長龍嘅人係冇辦法為間鋪提供維持營運嘅利潤。一間鋪要交租，要出糧俾師傅，要俾電費。如果正價時間冇人買，淨係靠臨收鋪嗰啲近乎蝕本或者直情免費嘅營業額，間鋪頂得住幾耐？更得人驚嘅係人性嘅貪婪。當免費派包變成一種日常習慣嘅時候，原本一樁善事就會變質成為大家眼中理所當然嘅奉旨福利。以前有同行試過做善事，每晚收鋪前派包，起初幾日啲人仲會好有禮貌講聲唔該。過咗2個星期，排隊嘅人開始多，摩擦就嚟啦。有人會嫌棄，喂，點解今日得反麥包？我條女想食腸仔包口，你可唔可以入去廚房叫師傅現整2條出嚟？又或者有人會話，琴日每人分到2個，點解今日得反1個？你哋係咪自己私藏咗呀？更誇張嘅係，有啲老人家為咗爭排頭位，下晝6點就拎定張折凳喺門口排隊，過程中因為插隊問題，班排隊黨喺條街度大打出手，搞到要報警。警察嚟到，仲要告間麵包鋪阻街同埋擾亂公眾秩序。老細本來想做善事，結果換嚟嘅係警察嘅警告信、街坊嘅投訴，仲有自己原本正價生意嘅慘淡。你話喺呢種情況下，邊個老細仲敢做傻事？所以為咗保護自己最核心嘅正價商業模式，同埋免卻呢啲因貪婪而起嘅麻煩，最乾脆、最有效率嘅做法就係一刀切，夠鐘收鋪，全部掟晒佢，一個都唔留。跟住落嚟，我哋要揭開第2大黑幕，呢個亦係全香港所有餐飲業、食品製造業最頭痛、最驚嘅緊箍咒，就係無法承受嘅法律責任同食物安全風險。好多人會覺得個包今日新鮮整出嚟，雖然擺到夜晚10點，但又冇變壞，點解唔可以食？冇錯，喺你眼中個包好似冇事，
但係你要知道，香港嘅法例同埋社會輿論對於食物安全嘅要求係極度嚴苛。麵包入面好多時有鮮奶、雞蛋、肉類，例如火腿、餐肉、吞拿魚、沙律，呢啲食材喺常溫之下擺咗大半日，尤其係香港夏天30幾度嘅高溫同潮濕天氣，入面嘅細菌其實已經開始幾何級數啖滋生。雖然外表睇落去一模一樣，但其實已經存在住食物中毒嘅風險。如果麵包鋪將呢啲擺咗成日嘅包送俾人，或者平賣出去，萬一有人食完之後半夜肚痛、嘔吐，甚至要入醫院，你估嗰個人或者佢嘅家屬會點做？佢哋絕對唔會因為呢個包係免費送嘅，或者呢個包好平而原諒間鋪。佢哋第一時間會打電話去食環署投訴，然後傳媒爆料，一經食環署介入調查，間鋪分分鐘要停業幾日，清盤檢查，甚至被檢控罰款。更致命嘅係名譽損失。今時今日網絡年代，只要有網絡公審話邊間麵包鋪食死人，或者食完上吐下瀉，呢間鋪嘅名聲就徹底完蛋。累積咗幾十年嘅商譽，可能就因為一個免費送出去嘅過夜包喺一日之內化為烏有。你可能會話，但我哋可唔可以簽一張免責聲明，寫明呢個係贈品，如果有任何食物安全問題，一概與本公司無關。如果你淡諗，就真係太天真啦。喺香港嘅法律框架之下，涉及到人身安全同健康嘅免責條款，好多時喺法庭上係無法律效力的。法律首先會保護消費者嘅基本權利。既然食物係由你呢間鋪生產同埋交到人哋手上，無論你有冇收錢，你都要承擔呢份食品安全嘅最終責任。而且更現實嘅問題係，就算你真係派俾一啲慈善機構，由機構去分發，背後嘅物流同儲存都係一個巨大嘅安全漏洞。麵包由你間鋪運去慈善機構嘅中心，中途架車有無冷氣，上到中心之後，班義工有無即時派，定係擺多咗一晚先派？如果啲基層市民攞到返屋企，唔捨得即刻食，又擺多2日先食，結果食到出事，最後追查落嚟，源頭依然係你間麵包鋪。與其每日活在這種隨時被起訴、隨時倒閉嘅恐懼之中，老細最理性、最自保嘅決定就係直接將佢哋掟入垃圾桶，並且注入漂白水，確保無人可以喺垃圾桶入面執返嚟食。聽落好似好殘忍、好無情，但喺商業社會同嚴苛嘅法律環境之下，呢個係保護自己、保護員工飯碗嘅唯一手段。最後，我哋要講第3個最深層，亦係最符合香港呢個商業社會運作邏輯嘅黑幕，就係品牌價值嘅維護同埋極之精密嘅成本邊際計算。好多人唔明白，一間成功嘅連鎖麵包鋪，佢哋賣嘅其實唔單止係澱粉同埋糖，佢哋賣緊嘅係一個品牌嘅形象。形象包含咩？包含住永遠新鮮、永遠高品質、永遠供貨充足。要做到呢3點，背後其實有一套叫刻意產量過剩嘅商業策略。你有冇試過夜晚7點幾放工，行入一間大型連鎖麵包鋪，見到入面嘅麵包架依然係擺得密密麻麻、花多眼亂？你當時心入面會覺得，哇，呢間鋪啲包好齊全、好新鮮、好多選擇。呢種視覺上嘅滿足感會大大刺激你嘅購買慾，令你高高興興啖消費。但係你想一想，夜晚7點幾離10點收鋪得返2個幾鐘，擺到咁滿，點可能買得晒？老細同管理層難道預測唔到銷售額咩？佢哋當然預測到，但係如果佢哋為咗追求零浪費，每日計到盡，下晝5點之後就唔再出爐，任由個包架空晒。當你6點0放工行入去，見到個架冷冷清清，得返2個乾真真賣相唔好嘅包，你第一反應會點？你實會覺得呢間鋪好似想執啖，乜都冇，好寒酸。下次放工你絕對唔會再行入呢間鋪，你會去第2間依然燈火通明、包架滿滿嘅競爭對手度買。所以為咗維持品牌嗰種欣欣向榮、貨源充足嘅高端形象，麵包鋪必須刻意過量生產。佢哋在生產計劃上一早已經預算咗，每日會有大概10%到20%嘅包係賣唔去，必須要應調嘅。呢部分被應調嘅麵包
喺財務報表上面，唔係一種意外嘅損失，而係一種精準計算過嘅營銷成本。既然呢啲麵包本來就係營銷成本嘅一部分，咁點解唔低價賣呢？因為一旦你減價或者送出去，你就會親手破壞自己建立嘅品牌定位。譬如你一間走高端路線嘅麵包鋪，一個手工牛角包賣38蚊，如果你夜晚收鋪前以5蚊個或者免費送出去，你個品牌喺消費者心目中嘅價值就會立刻貶值。大家會覺得原來你38蚊嘅包本質上只係值5蚊，或者根本係一文不值嘅垃圾。這種心理落差會徹底摧毀你高端品牌嘅光環。另外喺成本計算上，好多人以為訂咗個包好蝕，但實際上一個麵包最貴嘅成本係咩？是中環、尖沙咀、銅鑼灣嗰幾十萬一個月嘅鋪租，是師傅同店員嘅人工，是全日開住冷氣、大焗爐嘅電費。相比之下，麵包本身嘅原材料成本其實只佔總成本嘅極少一部分，可能連1成都冇。換句話講，當個包已經整咗出嚟，擺咗喺度嘅時候，其實租金、人工、電費呢啲大頭成本已經全部支付咗，成為咗無得回收嘅沉沒成本。呢個時候，個包本身嘅價值其實就只剩返個幾銀錢嘅麵粉錢。對於老細嚟講，掟走呢個包，實質上只是損失咗幾毛錢嘅原材料。但係如果因為免費派或者打折，導致日間嘅正價利潤受損，損失幾十蚊一個嘅利潤，或者因為食物安全被罰款，名譽掃地，又或者令品牌形象降格，相比之下，邊個蝕得更慘？用幾毛錢嘅原材料去避免後面成千上萬，甚至高達幾百萬嘅潛在商業風險，任何一個理性嘅生意人閉住眼都會選擇將啲包掟落垃圾桶。講到呢度，大家係咪覺得雖然聽落好殘忍，好似好大嘥，但從商業、法律同人性的角度去剖析，呢個竟然係最合乎邏輯、最無奈嘅現實選擇。其實呢個世界無完美嘅解決方案。當我哋指責商界浪費嘅時候，背後往往係我哋整個社會嘅法律機制、消費心理同商業模式共同構建出嚟嘅結果。麵包鋪收鋪前寧願當垃圾掟都唔送俾人，唔係因為老細個人心狠手辣，而係在現代商業社會嘅遊戲規則之下，佢哋根本冇得揀。下次當你再見到後巷那一袋袋被掟掉嘅麵包，除咗心痛之外，或許我哋可以多一份理解。呢個就係繁華城市背後最真實、最無奈，亦是最血淋淋嘅商業黑幕。